直到我们看见复兴。再次呼喊吧，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耶和华已将这城交给我们。让祷告的声音不歇息，直到我们看见复兴。直到我们看见复兴，直到我们看见复兴。再一次，直到我们看见复兴，直到我们看见复兴。感谢上帝，让我们用美好声音歌唱他的歌曲，让我们一同安静的坐下来，我们一同来祷告。感谢主与我们聚集，让我们在这里用美好的声音向你献上。我们也将我们待会礼拜的心安静下来，仔细的聆听，然后交给我们的事情，让我们有所收获，有所成长。我们也将安静的唱这首，我们呼求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和献上我们的赞美。主啊，求你继续看顾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平安健康，得主你的心意。开场祷告，奉主名祈求阿们。让我们细细的、安静的唱这首，我们呼求。我们都信在你面前，你祷告寻求里面，我们这里所有的恶行，你单单跟随你。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权柄，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面前，你祷告。
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我们不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的真言传神垂听，望主你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复兴着你，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星期六呢，大家嘛，什么上班高节，大家平安。平安。在什么说讲究的努力，每个人都大家来爱。我们准备要我们的礼拜，那个手机哈，大家的手机关到静音，不是关机。都说外传的那个呢，你这说我们现在来老出嘛，那平时新啊，稍微大概就说讲究，要来说嘛，那讲究来那讲究嘞，好，那他们那边那在上山修，修个天天来说，就要讲究那修，你阿妈不啦，呀，啥来等过呀，天天来说新啊，你来说老出嘛，啊，你说呀，要有嘛不啦的嘞。Au dunia sana pada bahwa kebilan Indonesia makai otak. Itu akai doa semasa imai tua Isaya 50 atau 5 imai tua Siwa karan mai putua ibu. Maru karulwa nanga I kebawa tua kadunanga. Aku jalan tawawa kualu dara, aku kini naman, tawawa kualu kini naman。上帝的话在以赛亚书第50章第9节，正如天高过地，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是上帝的话。把这位多大瓦隆，但是一万多大什么？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迎接我们今天的机会，我们低头默祷，阿里感对。
我们同声一起来赞美台湾圣诗68首。Walwalutania kamasmasi tariwa manastud noanya nasi noanya mangwan tuanya kinai kasawana dan sunanya jengren anya samparawasan anya kamasmasi tariwa baya pinakatit pitula na alam itu asu pisu kiliwat asu sini arwalu dalam na mardek sana sarwa na sudatan Parmeka ya tua na perutaman na rundakangan. Parmeka na pasay ba niya siyawan hanya si dawasan. Nakuha kamas-mas sudah na susunipatskat. Ayam na kiaw na kimaparangan kanusun. Pai tutu awa. Uri jumram semam parawasan kanusun na niat semas. Ay suwa mana kipususunsingan ni malay rarusungan. Amal kasul sa sekaulan. Ujad manu ni malay tua niya tiukay. Awak kita telan dalam na jeneras mampala yang sunnah niat semas. Oleh pasmara tua mana sensingan yang maju, akan bisa mulai. Awak nalan yang pusalaja ni macam kasih diokan. Saya suanya kita tertelan na mantep. Aku masih temai dah termasuk. Oleh dua supisu supiliwa kerana kita tahu lah. Sana sarwa dan sudah jam. Aku masih temai dah termasuk. Saya menolak perkataan no supul no supatskat. Asusat sekolah hati pengusaha inamaya sutinayes supaya pisuran sana saruan nasudat not mau cicil tu asukai su turuan ya semas uriam na kiau sa kama semas asu pisura sukiliwak
Ula susinya orang dalam nama tertek. Ayat nak kiau marwa. Atas sumadanya kini di Yesus Kristus. Amin. Amin. Cinta. 当出了我的西巴达德拉拉，请翻开我们的起印文。Ay siya man ito ang kasi patato na tayo, man ito ang nililinan, sa pulo at walo. Isaya, iman ito ang sapata pulo, sa kapasuna. Noi joa ikit na wala at sangas, iterila na wala. 我们教会哦，第二周、第四周是请无礼，今天是第二周啊，但是因为我们跟圣团契来了后，我们是要参加一些华语。 抱歉了。Noi jualan nama aja semester ini我们起英文，男的起哦，女的印哦。hari saya semoga. Lima kaya lima yama wa sebelas. Hari dua maya请翻开我们的圣经《创世纪》第7章第1节跟第9章第12到17节。请我们青年会到前面。大家平安。请翻开圣经《创世纪》第7章第1节。伊布阿斯玛斯带多，
比顺甲大树生根个，萨达拉布大，马鲁古阿马布拉，阿亚大根浪阿根鲁阿米孙阿，生了生了阿，吉古丹大草草阿亚伊甲草瓦。再翻开第9章12到17节。乌里爸爸从阿根大乌里邦绕阿比大俄勒布斯，杜乌里西尼布格兰阿拉德巴拉老在苏瓦巴阿厄特斯阿马兰阿布巴阿。巴尔特阿，伊姆嘎多，瓦罗鲁阿，卡纳勒马多马，卡纳勒马格鲁拉，萨嘎阿乌里邦绕马朗阿西尼布格朗多古，巴尔特嘎多伊嘎草瓦安亚格鲁拉。大西嘎伊庄安那瓦俄勒布斯伊嘎勒巴萨嘎马巴苏阿乌里邦绕西格阿伊巴尔勒大古宾勒阿巴阿尔特嘎。伊姆达多安娜，瓦罗鲁安娜格鲁拉，阿伊尼嘎斯纳加鲁阿，德玛里多，瓦罗鲁阿格鲁拉，鲁巴村阿根多乌里邦绕乌多尔勒布斯，伊根阿，伊巴尔勒多古，宾勒阿巴根。马米林阿，巴尔特斯嘎，伊姆，达多嘎勒，瓦罗鲁伊嘎草瓦，萨嘎马兰埃苏阿古，基尼古格兰，巴尔特斯嘎多，瓦罗鲁阿那伊嘎草瓦阿亚，这是上帝的话，阿门。大家平安。上主对挪亚说：“你跟你全家的人都要进到船里，因为我发现现在这个时代只有你行为正直。我使我的彩虹在云端出现，作为立约的永久记号。这约是我与你们以及所有生物立的。彩虹是我与世界立约的记号。无论什么时候，我在天上铺上云彩，彩虹在云端出现。”我就记得我与你们所及所有生物立的约，洪水不再摧毁所有生物。当我看见彩虹在云端出现，我就记得我与你们和地上所有生物立的永远的约。这就是我与上帝所有生物立的记号。这是上帝的话。爱说给你容许发告给全民的话，同时我们要说完。首先我们这个阶段是我们更生团契的时间。那么首先我们请立委员李长老来做感谢。我哋马拉我哋今日都做单来说第九上。亲爱的总牧师、陈义慧牧师以及我所有亲爱的北业教会的长子。会友们，大家喜乐平安，耶和华祝福满满与大家同在。真的来到那个北业教会呢，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更生团契服侍团队呢，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高兴，好像家人一样。因为那个左牧师以及我们。北业的会友们呢，对于我们更生团契的监狱的服侍圣工呢，都非常的热心的参与。
尤其像左牧师已经参与我们的更生团契的委员，已经在20年，跟我们的陈校长还有我本人都一直在我们更生团契的服侍，在监狱里面最小的弟兄的身上的付出呢，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尤其我们更生团契的服侍团队呢，都来自各教会，不同的年龄的阶层，有青年的有夫妻档的，有母子档的，还有那个就是我们的更生弟兄，更让人敬佩的是，我们中间更生弟兄林卓君弟兄呢，他不但在长久在高墙内因为信了耶稣呢，他出来之后，跟随着国牧师、高牧师、杜牧师呢，一起服侍在更生团队，而且他也组成了一个家乐中途之家，提供刚出狱的那个更生弟兄呢，到他那里住，然后他本身有在经营清洗太阳能的清洗工作，他也陪伴着他们一起在工作上。然后呢，主日的时候呢，就跟我们服侍团队呢一起敬拜上帝，一起到各教会去服侍。所以，虽然他们长久过去在高墙内的岁月呢，耽误了很多的时间，但是呢，自从认识主耶稣之后，来参加我们团队，慢慢的维护到认识主耶稣，发挥出过着一个正常在进入社会的一个生活。所以我这里仅仅代表我们更生团契屏东区会所有服侍团队所有委员，非常的谢谢北业教会一直对我们更生团契的支持与奉献，我们在此向你们献上最高的谢意。谢谢。然后我们来一起为大家献唱诗歌。好，那现在我们请那个王瑞红姐妹来报告传切的那个。PPT 给你操作。PPT 那个。先把我重来，放到最前面。那个从头，先播放从头。他等一下会自己跑。没有自己跑，因为他会自己跑，这个投影机会自己跑。自己跑，你没有放，你这样放。会。古装恋爱，等一下再放，我先。你先报告。对。Gabaya masa naletan jaya betul-betul majai Bayi教会dia是Kuchulung na Kucheda na sama majai Kuchulung dia rusak sapi nangan na macam-macam di doa aja dia na betul-betul usaha-usaha aja doa aja malah aja musik Kuchul jika oleh kesempatan doa sengsara dibaca di Rarusungan dalam oleh cungkupan na semalam jadi cina misalnya dan dia ina dia ama ini muna ada malu tak jua dinau dia na yang munwe japa yang ajar muna misalnya dan更生团契是有一位退休的典狱长要入国栋，他在1981年成立。那目前全国有17个区会，主要的关怀对象是收容人、更生人、囚犯以及被害人。目标是预防犯罪、矫治罪犯，帮助他们关怀受害者。
让他们得到补偿安慰。那屏东区会是在民国75年成立，由屏东各个教会以及屏东中会成立的，有中会的顾问以及12位的委员。目前有3位全职同工以及3位兼职同工，也有20位固定的同工，100位以上不固定的来自各个教会协助，也有16位神学生有来实习过他们都已经在当牧者传道了那我们每个月都需要将近20场的一个集体聚会。牧师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各府跟集体聚会，所以需要更多的同工以及教会一起来参与，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所以我们需要30间左右的教会一起配搭，不分教派，有长老教会，大部分都是长老教会也有巡礼会也不分教会的大小，一些小教派、地方教会也会跟我们一起配搭，甚至是团契，还有没有成立的教会也不分族群大部分都是原住民比较多，还有客家的讲闽南语的，不分远近，也有从高雄来的桃园区、那么下区、旗山他们都是非常热忱那我们北业教会也是都有一起参与在这个服事，很感谢你们那还有更生团契，更生的弟兄还有姐妹也都会一起来做见证，以及退休的牧者。那目前也有并社，也有专任的教师每周会去关心他们，还有从新加坡来的这些教会中途之家少女也有3位老师一起关心这些鱼贩，少男也有8位老师轮流去上课感谢主也透过读书会小组的方式来影响他们，更是有从戒毒人士来影响帮助他们。那在宗教家庭日就是关心他们的家属，让他们可以跟家属一起来面对面恳亲。那在去年也有3个大型的布道会，有美国教会，还有恩典合唱团，还有加拿大恩典合唱团到监所传福音。那在我们希望说，在每一年的报佳音有更多的人一起来参与。那感谢神在去年有180多位参加，非常踊跃，使这个活动都能够很盛大的来举行那他也透过在今年有一个圣歌观摩。感谢神他们在监狱里面的这些也都很踊跃的参与。那透过在手抄圣经，这个手抄圣经呢是有陈正彦他们3个兄弟奉献他们所得的来支持印刷这个手抄本，有11册可以写上那他们透过在这样子的一个手抄圣经，让他们能够有机会接触上帝的话。那还有就是在天使树。其实这个天使树活动我特别要讲一下因为这个天使树就是这些受刑人的家属受刑人透过教会透过牧师他们，然后去做一个转介，然后让教会能够去关心受刑人的孩子，怎么啦？让他们能够透过在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去关心送礼物，让他们能够来到教会，也让他们的家属，可能他们的妈妈或者是他们的母夫，因为教会去关心，让他们都能够来到教会也有很多教会因为这样子的天使树的活动，他们的孩子来到教会所以他们的可能之前他们都不是信耶稣的。后来他们因为天使树的这个活动，他们愿意来到教会那还有就是我们是希望说让这些孩子从小能够认识神，能够一起来到教会。那就是我们在更生人其实如果说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很需要被接纳，所以希望这些更生人能够有很多的教会，有机构，也有公司还有家庭需要去接纳他们，需要去一起来陪伴他们。
回归到真正的家庭跟回归到社会。因为如果说他们出狱了，no sa mga maju dan kiuga ya ibalisakeun Kuba kemudian pusara jika maju ke sesengan ajwa ina sebidang ijano ada icacada na maju umat yang maju tabe marusungana sa no itu aiton metu kiuga ya社会Kuba artinya mending pusara jika maju ke sesengan maju dalam ayat yang maju masalah tak cemas mau madani Inalungan maju 在10月18号在屏东的演艺厅我们有一个演唱会，公益募款的演唱会，1年1度的募款的演唱会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我们公益募款的演唱会，就做星期六、礼拜六。那我们还有这些推广的这些东西有这个高雄旅所的布包还有这个牛轧糖不粘牙的很好吃，还有那个芝麻多少芝麻本来我以为说芝麻，我不喜欢吃芝麻，mana味道不懂，sama angata， 推荐大家也来买那个这个坚果塔很好吃然后真材实料，很健康的，没有加很多的糖。还有我们的手工皂手工皂可以洗头、洗脸、洗澡。还有我们的左手香膏，nu itu cacalagan ameon sakengkeun nu cacalagan cin nu itu ada sakengkeun ja sisitan yang agak itu si 推广整理健康生的自驾的钥匙圈是由我们的更生人自己从网络上去学习，然后制作这个用降落伞的绳子，然后学习制作钥匙圈、手环，还有吊饰它是为了要去贴补家用还有它的预备去读神学院的一个费用。那我们谢谢这些来帮忙一起展示的我们的同工。那最重要的是10月18号的募款演唱会。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参与。我的最近呢，马上呢在10月18号礼拜六，sana maya itu pusara aja kemudian tuan mazhab di Pakurusungan itu aja buksit masalah pesan datang jabat-jabat maju mandi. 主menaiki pavilion maju juga kekinatinggayan jadi acara TV 我们请更生这个团契来做献诗，我的神代点嘛哈利路亚，阿门。我们团契的诗班呢，因为我们不是教会，所以呢，我们对同工们对诗歌的旋律就比较陌生。那我们大部分都是在 YouTube 努力的练习，然后来到教会把它组合起来，是非常的辛苦，因为他们都来自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工作。今天呢，我们要唱的这首诗歌，就是圣经所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人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北业教会，我非常的感谢主。北业教会的服事，特别是在边缘人的服事、更生人的服事，要帮助的人的服事，要扶持人的服事，在这一段呢，我总观的来看，我们北业教会做的是最好，真的是这样。然后呢，常常是我长老说，有没有更多的人可以帮助啊？我说，帮助需要钱啊。他说，越多越好，越多越好，我们这里有钱。就给了很多苦命的人，很多边缘的人需要帮助的人。那个天使树送不上去的时候，没有机会给北业，我们这边有，就给了很多这个天使树的对象，就是受刑人，父母亲是受刑人，但是孩子在家里是阿公阿嬷带的，非常需要帮助的一群小孩子，北业教会都做这样的事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神的眼中，服侍弟兄姐妹就是服侍神，所以我们在小弟兄、小姐妹身上所付出的体力、时间、金钱，神必纪念。Amen。坐在主身上。主将
接着是见证，我们请那个谢爱佳姐妹做见证。我的阿卡西，我们今天到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哦，全部都会讲国语，所以我不用翻译了。现在，所以我那个婶婶，但是她应该会听到一半。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是谢爱娇，郑东的妈妈。老实说，我不是很会讲话，但是我是个很实在的人。我讲的都是我亲身经历到很真实的事情。今天真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来和大家分享我怎么经历到上帝给我的爱呢？在进教会之前，我的孩子郑东是个更生人，刚出监狱那阵子，为了找工作四处碰壁，甚至还有人笑说：“谁敢用他啊？搞不好哪天把生产器具给偷走了，他们就不能做工作了。”那时身为妈妈的我，听了真的很难过，但感谢主，透过更生保护费，让我认识了卓金弟兄，不但让郑东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们也因此走进了教会。一开始我对信耶稣也是有点排斥，因为我从小是在传统信仰家庭到老，难免心里会想说：啊，我信耶稣，不就被主了吗？后来每到更生子日，周金弟兄都会跟我说：“阿姐，你如果要真正改变，你一定要陪着他一起做。”当时为了孩子的改变，我也很勉强自己，每次机会都陪着他一起去参加。刚进教会一段时间，弟兄姐妹们都跟我说：“爱娇姐，正当要受洗，你也跟着他一起受洗。”那时我都偷偷他们说，我是不可能啊！如果我这样做，我就真的被主了。那时刚好智慧姐妹也在场，她就跟我说：“爱娇姐，那不算被主，我们信耶稣只是没有拿香拜拜而已。增进子仙还是可以用讲话的方式来表达。”就这样，我才慢慢释怀。慢慢接受，慢慢的，我稳定参加每个星期日的聚会，在进教会这个大家庭和弟兄姐妹们的相处，都很和气，很喜乐，让我感觉到很温暖。那时我就心想，如果有一天郑东要受洗，我也要一起受洗。结果真的就在去年6月16日那天，在晨曦会受洗了。说真的啦，我也不知道受洗是什么样的情形啊。当天来了好多位牧师和弟兄姐妹，这时我才反应过来，原来大家来的是为了庆祝我们母子受洗而来的，让我感觉到很温馨。那种感动真的说不出来，我只知道我的眼泪一直掉下来，但是心里很高兴，很感激，真感谢主。自从我受洗后，整个人的心情越来越轻松，感觉压力都不见了，好像所有的烦恼和重担，上帝都帮我扛起来了。更在之前有指日或教会有活动时，不能做生意，我心里都会很担心呢。不能做生意，我心里都会很担心，会不会少赚钱，会不会影响到生活呢？结果真的很奇妙，每次上帝的都让我经历感受到他的恩典。像5月份，周金弟兄邀请我去参加更生团契3天的退休会。刚开始我也是很挣扎的，3天不能做生意，家里经济怎么办呢？但最后还是跟着去。那3天，上帝让我的
里，就像是在充电一样，真的很奇妙。回来后的几天，生意突然变得超好，连我自己都吓到了，心想：哎，上帝怎么那么爱我啊？慢慢的，我对长更有信心，上帝的恩典是超过我所想的。他总是给我满满的爱，上帝真的是我的依靠，真感谢主。最后，我要感谢地长老的长老娘、校长、侯牧师、高牧师、杜牧师、李牧师以及周军弟兄，还有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对我的接纳与爱护。你们让我的感觉，我不是一个人走在这条路上，我有一个很有爱的家庭陪着我一起走。感谢主，给我曾经想放弃的儿子。振东找回来，他现在每天很认真工作，稳定敬拜上帝。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也是爱我们哦。地长老常常问我们说：“S 赞不赞？”我们都说赞。S 确实真的很赞，我可以上来与大家分享。是 S 给我的力量。如果 S 没有给我力量，我也没有勇气上来分享。因为我刚进教会没多久，懂得没很多，现在还在学习中。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阿门。上帝的恩典永远是我们的依靠哦。好，谢谢我们姐妹的见证哦。现在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讲题，请环境要放映吗？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首先要谢谢林长老替我翻译，我还是需要翻译还是林长老你看看我们需不需要翻译？Mari-mari kita ada kuliah ya hari Salat teman bosan sekali。我怕这边有一位些长辈可能听不到我的国语其实我的国语也不是很标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听到我的在讲的是什么不知道林长老方便帮我翻译吗？还是你觉得我直接讲？翻译好。谢谢林长老每一年在讲台上有分享，林长老帮忙翻译谢谢林长老因为语言的关系我需要尊重大家我不能说我要讲什么讲什么如果大家需要翻译，我们还是要做教会的翻译首先要谢谢爱娇姐这个见证真的很棒你说耶稣赞不赞大家都说赞因为2年前看到谢爱娇姐妹的脸上不是像今天笑得这么笑容我们请她的儿子站起来一下那个震动许震动来站起来，让给弟兄姐妹认识一下。我以前那个啥多嘛，我有哪天来做？你再站起来一次那个你妈妈头痛的，就是那个啥多嘛，我有哪天我来洗一下。我们要见证上帝的荣耀儿子关了在围墙里面很多年不是妈妈一个人头痛伤害整个家庭都不一样受到伤害。但是当一个人改变会带给家人不一样的看法，他的价值观看这个儿子也不一样所以当儿子改变，妈妈也会被吸引被什么吸引呢？就是信仰就是我们信耶稣有什么好因为妈妈过去都是拜拜她说要用香但是有人告诉她基督教我不需要用香我们可以用祷告的方式，只是那个方式意思不一样。我们尊重的
对象，我们不是在某一个东西啊，我们是在相信我们的信仰里面是在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啊，没有人可以取代啊，所以我看爱娇姐你的笑容啊，今天是带着耶稣的笑啊，带给弟兄姐妹，阿门。Tasawia sini akasini suatu ter semalam suatu musiko nama kaya mana pinakajuan yang maju. So luisu itu mundai lo tekina simplan itu ada kamacidi asini kasatu lo atau syarat na tekina simplan yang boleh saruma. Nak apa ya masalah tu asmas sa disamula yang maju ada waru masa rumah nikah masalah pana sampai lupa cuci suatu ter makin dia yang maju. 在15年前，如果大家有看新闻的话，你们有看到一则新闻啊，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在看，就是在智利发生的一个地下这个矿工这个倒塌啊，在智利。itu satu tu 5 hari lagi sangat sibuk macam智利di Teluk Amerika dia. Ada malam kasih kita makan atau gado na semua selatan。智利是在南美洲啊，靠近阿根廷那边。有讲过了啊，好，谢谢，讲过了，比我还快啊，谢谢。因为这个矿工啊，这个被塌下来，所以呢。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就是有69天在里面，33个人被埋在下面，不是埋在，就在这个矿工的这个空洞下面啊，就是在那边经过了69天，有33位啊。Itu adalah mantu ya dewa zaman lah tiada apa nama itu kasih. Tapi itu zaman tu ini kalah. Itu ulun mantu aku siapa ada. 其中有2位把这个33位他们怎么样带动能够立着活着啊？其中一个矿工有一个叫爱迪生啊，这个爱迪生他在这个矿坑里面啊，很漫长的这边这大概差不多11公里很长的地方啊，他每一天借助他的声音为同伴打气，用什么打气？就是唱歌，用唱歌的方式为他的同伴来这个鼓励。一个把气的来给爱什么？爱迪生salah satu yang ada dia. Ajua je kalau ajua ayat ajua buang dia kalau nak kajuan. Implement macam masalah makanya saja. Awal suatu tidak ada tim ada pasal cikgu selesai ya office tu kan salah yang malu。另外一位叫做荷西另外一个矿工叫荷西。这个荷西他透过电话跟外面联系就是里面因为他们有这个无线电你要讲气的了，你荷西他干嘛也多另外yang malu你那不得去嘛你啥？因为当时这个矿场被塌下来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办法了解会怎么样会塌下来他说mantu ya dia kena jualan yang maju dia bukan jual mana pakai jualan yang maju minyak kena di pasar ni nampak tak？所以荷西呢用电话的方式跟外面的一个牧师在那边联系的时候，这个牧师就用祷告的方式，还有看这个上帝的话语来鼓励他。Kayak di mana usul dia apa di mana tu tak bukti. Kalau cuma mana bukti, akan mana itu inuli atau pisul dia maju. Bulan sampai dia maju。然后这个荷西就是把牧师所讲的话，从上帝的话语就传递给那些在埋在下面的那个矿工33个人就把这个信息带给他们，就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鼓励带给他们有这个坚持下去的动力。Kaya jua sini ai bulu usia sini kau cikla kai mas si kau ciklu tadi maju tu salah sangaman tu aku maju tu nala dia maju pakai tua kai mas sa mimpi sur dia maju。我在讲这一段话，觉得是
有时候我们人生会遇到一些意外，我们是难以预测的。 Itna takinay kasalan kala sulitan tua kasi sarapan.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会选择放弃了，有的人可能就会很懊悔啊，觉得我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有的人呢，也会凭着有信心、有力量，继续往前走。 No sulitan tua no tua kasi sarapan. Ijua pasa mankuya masa kamay tawaru ngajo pasa kinunun tua na kuya. Na kuya ijua sawa Maria kasi kinunman. 包括我们这5年前我们所发生的这个新冠疫情，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病毒一直不断的突变。Pada cuaca pinasari atau di mana asal di cuaca layak beliau, pada mau mana atau mana layak atau baik beliau ada sisarapan. 也带给全世界的人就陷入一个很大的恐慌。 Kita di mana karuan sungai dan suara itu cuaca sisarapan berbulan. 这样的病毒蔓延也会影响到当时在教会的聚会，我们没有办法坐在这边这么安心。 Baik kedua layar umat kita kena tutulan di keukannya akan alamat tutulan ini akan semua terbaru. 因为有科技的时代，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视讯，在这个家里，我们可以在教会，在家里继续有这个连结的部分。 Ya yang tua majalah tu suatu jidai, nak baik nak kami tua tinggi di dewa kacun, dari suatu kita tutulan di mana keukai, kalau tengah tua atau cikgu mana mesti. 虽然病毒有这个趋缓，但是病毒还是存在。我itu dah isu suatu kita sistem dewa tu sudah jadi satu itu nak kuat, atau suatu baik dewa jangan sakamai. 那今天我们看这个创世纪，我用这个创世纪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大家知道上帝怎么样使用一个在这个挪亚方舟的这个主人叫做挪亚。 Saya cuma tahu dia pasal na sisyo tesu mana itu minasan, apa kamu jadi Noah. 也许主日学的小朋友都知道挪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主人。 Kalau aku nak main aku dah tu banyak kakian di Noah tu nama kaino. 盖一个方舟要做什么呢？ Awas sesuatu di mana kita bukan awalnya sudah. 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一目了然我们从头到尾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个还没有这个圣经列出来的时候，但是挪亚那时候那个时代是要怎么样去面对他所要面对的困难。 Kita tua, kita cuma isu mana tua kaino asmas. Ini nak kunan tu nama kaino nak tua kaino kunan kita tu puri yang mas kuman mana. 所以刚才我们念的这个在创世纪的第7章第1节说，上帝把挪亚跟他的家人都召来就是要进到这个方舟里面。 Baik kesulitan buat sinu kita soalnya sisyo, ada semua semua sesuatu Noah atau dia kena sebulan yang maju. 除了人，还有一些他们在这个地上的一公一母的动物。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称为这种活物。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圣经一直在讲到挪亚是一个怎么样听从上帝的人。 Kaya nung kasunit ko, sisyo ko na ito, kung naman po na, ay suat inuya, kila dengar ko, kain mas. 有时候，上帝在对一个人说话的时候，这个人在对民众说话，也许可能民众不了解他在说什么。 No itu ini ko kami nanti mga pangkay na kamusok ko ang mas ay may bulimado. 挪亚被上帝吩咐要做一个逃难的一个工具，就是这个方舟，但是。 在这个方舟里面要做什么？就挪亚很明白，因为他听从上帝的话。Ayat tua masuk sampai soal mungkin di Noah teo, napasul pada ada sekali tua turun mas. Udawa lain di nasuan banyak Noah. 按照上帝给他的指示的尺寸，要盖多大多小。Baik, pasusu tua kain tua sepatu, nama kula pasar kurang, nama kula paksio. 挪亚在哪里盖方舟呢？大家知道吗？大家在
这个圣经里面看到，挪亚是在海边盖方舟呢，还是在山坡上盖方舟？ini orang masuk sentuh bukan di Noya. 但是挪亚就是在上帝给他的指示，就在山坡上盖方舟的时候，村里面的人，那些不信他的人都不理他。Masuk sentuh bukan di Noya macam lalu. Atau mereka kata tadi macam masuk teh macam masuk sentuh macam ayah macam dulu tuan dapat sikat beli jari di Noya. 所以挪亚不会因为别人的眼光怎么看他他就会放下他的这个身份，他继续照着上帝给他的吩咐，完成了方舟的这个建造。Ini asinan malu kaya jadi doa mereka cocok. Kenapa susah kami di Noya? Pemana pada sekarang no semas. 所以当方舟建造完之后，最要紧的是第一步要做什么？就是进到方舟里面。Baik, maka kesulitan di Noya tadi soal bukan di mana sama-sama secara lalu tadi soal kita senang bukan ada. 进到方舟里面，除了他就是跟他的家人总共一家8口，跟刚才我说的1公1母的动物都带到里面去了。dia mah doa istilah lah mengadala atau doa muji-muji, ita walaya. 进到里面的时候，就像被关在里面。Baik, aku dia mah doa bukan debat. 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出来。 Ini aku nak dia mah di dalam nama dia mah doa sasa. 因为接下来的大家也知道，因为洪水泛滥的关系， Ayat doa oleh tentera saya sawah. 后来把这个方舟漂走了。 Ayat doa tentera soal soal gaduh baik mereka mah dalam muka. 这些在山坡下的这些村民，他们不相信挪亚的话，他们这些人就后来也没有。 Ayat saya ni ada lembaga semangat Noya kalau baik mentera kalau baik masyarakat mah doa pula. 下了40天不停的雨，把这个村里面都淹了。 Mudahlah sepada keluar ada. 那我们可以思考，为什么上帝只是针对他挪亚这个8口，为什么上帝不会把其他人又叫进来呢？ Awak doa mesti Noya mana pasal cuma tanggungan semas. 我们好像说，怎么只关挪亚，没有只关其他人？ Awak tengok di semua teruya surat terjemah. 进到里面去，会过了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Awak nak jalan tempat tu kalau akhirnya sensing bukan teo awak pun ini nama pula siapa semua dibuka. 被关在里面的这个方舟里面，除了他们一家8口，还有其他的动物在里面。 Baik dia kalau tu bukan kami tempat tu atas kelan atau makan di musim. 会不会很自由？ Hari jual jiu ni macam. 我跟你说是不自由的，因为在里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出来，什么时候水退。 Ayat tua kan jiu ni macam. Ini aku nak tempat tu i muda-muda sasar tempat tu muda-muda itu ada tak. 我相信在方舟里面应该也不会很安静的地方。 Ayat tu kita jual nanti macam bukan teori na pakai itu tak. 还有这些动物的这些的声音。 Jadi kalau kita makan musim macam mana dia dengar. 但是上帝借着挪亚进到这个关在这个方舟里面，给他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Ayat di sini cuma ni Noya tadi soal bukan teo. Oleh pamer tu amadia dan nasi mandi tu teori. 虽然好像失去了自由，但是上帝是给他一种很独特的福分。 Oi turunkan lucu di mana pakai jual supaya si pakai dua semasa imam di mana. 不会因为方舟里面很吵，他的心情就很暴躁。 Ini amano pasun tak jawab mereka muji-muji kita ada di mana sampai awal rumah. 挪亚也学习怎么样在这个吵闹的当中，这种环境怎么样去安静他的心情。 Baik, nak gimana kita kalau gimana tu bukan nak kita jalan tadi soal kamu muji. Kemudian saat nara sempit awal kita di mana. 在我们看到在这个里面的生活，这个不是一个很单纯，但是怎么样从他的心情里面活在那个在吵闹的环境里面，心情可以得到平静。 Hari nama pula teo dah waru di mana, nara di mana, kita nentu, nama itu soal, ini mana soal, macam mana Maria, ni kalau kita tahu tahu bukan, itu di mana muda pasti tu waru di mana.
圣经里面我们看前后啊，经过了很多年的，大概1年多的时间啊，这个方舟终于怎么样，就要开始把这个挪亚一口出来的时候啊，但是不是用什么来指示？他们用什么来指示呢？挪亚用什么指示？用动物。Nah, mula tema do tua, mana sikilangan tu, mentadana so kedul ko nala tema do sasa laju, anma do mana sikilang ni Noya. 上帝赐给他智慧啊，赐给挪亚智慧，借助乌鸦跟鸽子看气象。Ai papu uluan mo sima timaju papu soalan, paya timaju tua wadu atai so a. 以前没有这么好，我们像现在的气象局，什么时候要下雨，什么时候出太阳，不知道。上帝就是这么奇妙啊，用这样的智慧，让挪亚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就通过乌鸦跟鸽子看气象。Hai, pawen mo sima tua sawa de so Noya, akama de tua wadu atai so a, lekaki bilang tu nama te roma ada di mana sasa. 挪亚被关在方舟里面1年多，出了方舟，出了这个方舟以后，成为了新世界的主人了。Pai tiap baju itala tua bukan tiap tayar atau 50 ada. Pai masa sawa tiap baju masa 5 kaso tiap baju masa nama ada. 因为过去在盖方舟的时候，挪亚是被看不起的。Ai so Noya masa sen tak ada bukan tiap sinan berapa lah sosok. 一个被看不起的人，但是他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当他顺服上帝的话的时候，他是可以被上帝使用的。所以顺服上帝的旨意啊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看一个字，这个关啊。我们关在这个字啊，我们只要看到关这个字，我们会想到什么？啊 ，no pasunitan de chua iso chika ilban noya kinam limitan tuan ma。在这个关这个字，如果我们看到可能是一个不自由的一个环境被局限。no pasunitan so chika meta tuan kan kaju ini kenal karakula。但是我今天在讲的这个关，不是只有这个围墙来局限我们的肉体。Aiso Rusia itu tuh ini aman wabi na itu ina pajite na ayat tuan jawaran pasti itu tuan jawaran。有时候我们的心灵也会好像被关在里面，某一个事情把我们关在里面。Namanya tuan jawaran muka di mana bicara？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每个人会遇到不一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好像会局限在那种里面。Ini akan undang ia mau kita semua yang mesti kita anak itu kalau nama belum bicara。有时候可能是突发而来的事情。就像刚才我分享在智利这个矿工的这个，他们突然间踏下来啊，33位，他们就在这个矿坑里面69天，是怎么度过的？就是靠着那2位，这个爱迪生跟那个荷西啊，因为他们这样子的互相的来把其他的这个矿工啊互相的鼓励啊，用上帝的话来鼓励来激励，使他们能够存活下来。Karena dia kalau dia matu marusa, salah-salah dia pakai ispil atau salah-salah apa semua tu kai buat semasa nama dia orang nak dia maju apa di mana pun。所以，当我们被关在某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人生就好像没有盼望，没有自由。Lo pribadi kan dia mungkin demikian. Namanya tuan kangen terlebih kangen tercium。我们顺服上帝的话，就是来帮助我们啊，来造就我们的灵命。Maksudnya tuan pada tuan semas, ulama ada di rumah tuan mana jawab di rumah。人要被上帝使用，他们在某一个环境，他先要安静一个环境。Nulis sisi kau itu nulis semas kalau itu tuan mana si pawai kalau itu nama di mana dia akan akhirnya tuan。我们的灵命才能够得到安静。
Ado ada baru ada wawan mana sempit. 才能专注的 Nungay tajo mana narik na mita ko tawa. 听到主的声音。 Teman-teman tua lima ko semas. 还有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更要来学习应变。 No pasunit no kipsun saya dan tua kai no semas tak namuta tu muda mana semua. 但是在应变当中，我们带着主的真理是不变的。 Naku ada tawaru maka iman tua kasaluan ko semas sudah yang nama. 跟神团契，我们在围墙里面，我们就是做这样的一个福音施工。 Ay tua atas ni tua ni sensa kaya mendepa lalu semua kipsun sana tu itara na inba. 也谢谢北业教会啊，长期来关心这个在围墙里面的灵魂。 Nanti tema dia masih dikirakan nama tanah koalisi itu saya cuma nak inba jalan semua. 到监狱里面，我们并不是同情他们犯罪， Ini teman mu bagi tua mana saling nama tua mana. 我们是带着上帝的爱福音，让他们学习认罪悔改。 Macam tu tua kai turun semua semua. Ulang nala tema tua kioman saat nala tema tua apa sedih. 一个人服刑，那是在他的刑期里面，他的肉体是关在围墙里面。 Oh iya tua ini mana mana Rusman ada kena contoh dia lagi inba. 最重要的是他的灵命，如果他的灵命没有认识耶稣，他的心还是关在围墙里面。 Namanya semua tema tua ada baru ini namanya tak inba di cara. 所以“关”这个字我们可以解释很广。 Itu juga namanya nala kita suya untuk masalah dia warawat. 有时候我们在沮丧的当中，我们心里会被关在里面。 Kalau nasa dulu ada orang macam iman, namanya tak iman itu tak. 所以从这个挪亚的这段话，也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去思考。 Kalau pasuni sesuatu pinakado na linggo ya kayo menarik na kita menasihkan. 所以你我现在是不是被上帝关起来呢？ Ay linggo ya tadwa ay na kita tarik na namanya tadwa tawar linggo ya ini mana no asmas. 被关起来的意思，我不是说一定会在一个某一个东西围墙，或者在哪里。有时候可能说，我们被某一些东西，我们可能会被那个东西带住我们心里面的沉重，我们没有办法释放啊。但是我们有时候借助那个事情，上帝要让我们就是学习，被造就，成为他的器皿。 Ay mo ini man ito na tayo sa tawaro takilan na ko ini man na kitara. Laka nuiyat na sumpi na sa tawaro kinanun ko mana nangwa ini ato na pasli mapasli. 挪亚他要出这个方舟里，要出这个方舟外面，也不是按照他的旨意，他要听从上帝给他的意思。 Ay kinuya ikala to agong kan di majo ini ana wait to mana baru di majo na kila tengah to mana baru mas. 上帝是不会把我们一辈子关在某一个事情， Ay suat semasi yang kau di mana para. 时候到了，他会叫我们出来。 Lu di mana na to ada dalam kasus di mana. 上帝用很多的方式给我们智慧，要让我们怎么走出我们心里面的关。 Semas para ini tentu sawan. Kemudian nak kinanun to nama lewat tawaro.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字关不是一定关在监狱里面， Baik pasal ini saya cikgu ni amat awak ni dah di luar nak pergi macam sungai. 那是国家法律上的这个刑期刑法所以一个人就是要被关在这个围墙里面。 Itulah siapa keputusan semua pasal itu kalau di luar ni nak sama dia. 但是刑期满了，他还是要被放出来。 Ayo baru nak ada mana pintar tu asal ni nak seperti mana. 但是他的人如果没有改变， Kalau dia nak baru di mana. 回到社会， No, mana ada tu di majlis tu ada kena berkenan. 他的人他的心还是被关在围墙里面。 Kalau ada kena soal mana baru di mana. Nuri na mana buat tengok nama tu kami nak di luar ni macam sungai. 有看到很多的见证，我们也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机会，你们可以把你们的见证到围墙里面来分享。 Sariman lo tak tu tujuan atau apa sih dia nak terima akas ya semua dia dalam sungai. 谢谢我们的同工杜牧师巴巴路牧师。 Nama dia ada Syekh Baru. 他是这边他说他以前在那边管区
你们要把那个是在哪？我是给哪里？啊，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在警界服务的北业教会的？题目呢就是上另外的做警察的，警察他们举手啊。哦，感谢主，少主，还有啊，退休的有了，性质的也有。哦，正在读书的也有，退休的举手一下啊，退休的。感谢主，为你们为荣。还有正在读书的，因为我每次问，我说问弟兄姐妹警察做什么？那是什么呢？杀手。警察做什么的？弟兄姐妹们，警察做什么？抓人。没有人回答吗？抓人。警察做什么？打击犯罪。违规。只做违规。罚款。赚钱。为国家赚钱。警察是为国家的安全执行国家安全嘛。所以我有个人说，警察是抓坏人。我说哪一些是坏人，哪一些好人，怎么分？看前面，我们不是用眼睛去看他，我们不是用眼睛去判断他坏人、好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是去看这个人有没有上帝的生命，可以活出上帝的生命。你咧用那把准多做做都难个有嘛不呀？那么那把准在做都那完了伊嘛就多，伊打了多，伊就好什么？有人说上帝是天上的警察，你说伊我说什么？伊嘛在卡罗拉那么上去杀什么了？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坐在主身上。那么他说你要是那个少年，兄弟不是生你多，干什么？他们跟我来学习。有就是去独立多那么多处。我们可以我们来看到没有？陆先生，陆学，来，谢谢，我们一起。好，所以神来在说，哎呀，在说在给他去把它开了什么？请我们根深团结的这个信回应这个全部吗？在还没有完全集合到前，刚刚提到酒，当然过去我不是这里的管区，但是我在北业鬼混3年，我都做王德一家，所以我实在是在北业整整3年。说到酒，我用2分钟稍微分享一下。最近很多假，那很多酒席，有一场呢，叫我上台唱1首诗歌，我就上去。他们说，东边的说哈利路亚，这样那个东边说哈利路亚，西边的说哈利路亚，然后呢，继续，大家一起哈利路亚，阿门。好，谢谢大家，我就下台。我下台的时候，他说，有的是杜牧师，有的是杜大哥，大部分都是杜大哥。你不要再哈利路亚了，好不好？我们不知道是把杯子放下来呢，还是会进去的，很管用嘛。哈利路亚可以赶鬼的，阿门，阿门吗？阿门。所以呢，以后要喜酒要请你唱歌呢，东边哈利路亚，他举杯的就尤其是基督徒就放在那边，不晓得要放还是要喝进去，那边也是没了。这几天呢有连假，有个军人是军官，以前我带到他变成酒鬼了，他突然呢他说大哥，我说哎呦好久不见了。我跟你报告，我现在信主呢，这样。军官，我现在都到教会，真的吗？等，我没有常常在洗酒。另外一个是警察，他说，我们听到你的消息，很多兄弟都信主，这样。另外一个呢，他是消防队，
也是我带他喝到他们夫妻都不渴。现在他信主了，他说大哥，我们知道你信主，我现在呢也到教会了哦，而且我现在是理事长哦，是这样。但是大哥不好意思，我还喝呢，那怎么办呢？我说要祷告啊。他说大哥，喝酒也可以祷告吗？我说可以啊，你就说，亲爱的耶稣，我现在要喝酒了，请你规定我可以喝几杯，阿妹。简不简单？因为他很怕，他不知道要怎么祷告，可是他希望改过。这个祷告时，求主帮助我可以喝几杯。然后最近呢，我到塞加以前我在那边4年了，那些以前我的那个三青队啦，那个就通通都来了，研究酒，结果呢，收藏的非常好。就是他们说，大哥可以被改变，我们应该可以被改变。那他们说我们还喝酒呢，你就边喝酒边去教会啊，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弟兄姐妹？边喝酒边上教会 ，OK 吗？可以。OK， 因为圣灵会带领嘛，不是你的事嘛。他只要进到教会，圣灵就要会领他，会改变他，是不是？有一次那个警察学校，我们40多个人同学会，我放弃去了，因为师母不去。结果一通电话来，他说：“杜牧师啊，你不来我们怎么祷告？你不来，你不祷告，你不讲道，那我们怎么开始？”哎，警察开始觉醒了，你知道吗？警察要信主那太难了，那个警察，对不对？警察太难了，要相信耶稣，警察太难，因为他要求证嘛。你一直喝酒怎么求证？大家很多说警察是做什么的？喝酒。真的是不好意思。酒就是这样，但是神可以改变。现在很多警察都进到监狱去服侍了，因为刚才说什么？警察是什么维护治安嘛，对不对？那这些人是谁送的？警察。屏东监狱那些人是谁送的？条子嘛，就是警察送的啊。如果你是基督徒警察，你有责任去救那些灵魂啊。Amen。所以越多的警察现在都到监狱。有一天最后一个见证，有一个潮州的警察呢，跟着我们去服侍，结果呢，我带的那个要见证的那个人啊，吸毒关了这3次，然后呢，现在改了，要请他见证了。结果我带着那个警察，他说：“杜大哥，那个是我送的呢。”这样，台上在见证的是他送的，警察送的。结果呢，见证完了下来，2个拥抱还哭啊。那我问各位弟兄，如果这2个人在大马路上呢？如果这个2个人在大马路上见面，会是怎么样的情形？没办法感觉吗？当然是刀光剑影啊，是不是？他们如果是在马路见面，会是那样的场景。但是因为他们在神的教会见面，拥抱，互相体谅，然后呢，到最后是一起服侍。哈利路亚，阿门。现在呢，这首诗歌是我跟洪牧师最喜欢的诗歌，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就像是我们过去生命中的写照。当然，我们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很多的感悟，所以呢，我们2个就一起唱这首岁月中的寒冬。
曾经迷失在路口，不知何去何从，在茫茫的人海之中，只有耶稣为我放弃我。在朦胧的人世之中，谁能想到这般的爱我？赞美，赞美，亲爱的天父，我高声赞美，赞美，赞美，主耶稣基督，他是救恩的主。赞美，赞美，亲爱的天父，我高声赞美，赞美，赞美，主耶稣基督，他是救恩的主。赞美，赞美，主耶稣基督，他是救恩的主。哈利路亚！我们再一次赞美神，好不好？我说哈利路亚，大家说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3次，哈利路亚！亚是上帝的亚威 ，Amen。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未曾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那一种的孤单、彷徨，没有人可以了解。但是当我们有机会认识你的那个时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你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救主，带给我们有一个盼望，带给我们有拯救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学习得着从主而来的接纳。主啊，我们都是罪人，但主你不看见，不看我们的过去，只要我们愿意悔改，主你都愿意。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认识耶稣，成为我们这一生美好的道路。我们要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生命来赞美你，赞美你，用我们的心来向你歌颂。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学习，就像在这个挪亚也被主你使用它，成为一个祝福的一个器皿，因为关在方舟里面，他愿意这样子来听从你的旨意，也让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愿意顺服在你的话语当中的人，是一个蒙福的人。谢谢主，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学习中，我们能够安静等候上帝你给我们的旨意，继续带领我们前方的道路。我们这样的恭敬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还说这边有把到我们的贡献请我们力听指示来服侍在上帝给话来不如主
台湾绅士183首。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以彩虹所立的永远的约。那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是多么的有福，那我们每一天都恩典够我们用。现在手中的奉献将献上给你，做在我们的北业教会的施工，也更祝福我们更深长期的每一项施工。那我们献给你，让我们都能够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出来给我的周报，请翻开我们的周报。Tarik na kay sanga sila man tayo sa manlan, ito ang sa kumul na hindi ay magsinago. Narehaya si Kai, ito man si Padakulo sa Amatpa, ito ang sa kumul, kaya tayo ako sa Minawatan na hindi. Na pada mayoritas sa Suan ng Takulo sa Amarusa, nakitokan, ito ang si Padakulo sa Amarusa. Na Michiwashi man Takulo sa Masige na Mando, ito ang kaya sa Takulo at hindi. Maspa kasisi masih di nama terala. Baru-baru ada ikoli zaman 5. Masuk asin sio zaman 4 sama 7. Anisio mantakro sama 6. Ijo akudul kereda pitapur sa pitawatan tinggi. Pasula wata atia kincitan. Ajo na cia kincitan terus na ulo ma kumian ijo mantai dai sama 20. Sau-sau. 那这话在今天，你看我们的贡献部分，而且我们说在这个今天说，这个呢说是可能，你就蛮大部sa mas pada na tinggi，你就无了sa siwa kuzo。而且在这个今天，马来人说，这个mas比IP每个月后都有新的年轻的在做那个十分之一，我让他做maka kita sampan ijongan yang ada jauh cikin ajo malori profesor aja kiokan sa pasuno aja madan puti maima ajo ada jauh cikin ijo mantapul sa matero ijo aspakaula rumah kujur sa simaira ijo ada kansya tinggi ijo manaro
伊就要收了，希望工作啥回来，伊就要拿当地的地啊，马路上工作啥你买来，给上个3年就是苏联施工纪念主日，伊就要嘛50啥嘛纪念嘛纪念，伊就要无了，好了工作啥是买来，那么可能呢，在纪念给上个3年秋，就你们你信我要过796年122582块，来出门那家。已经在上了3年秋，但不出了在申请案里头在未来修改。那星期3 10月15号，给多干，好的就是说给郭智慧长老，好的罗港给林金秀姐妹，叫你家苏慧拿祈修，你们的多叫这个你马路过，把路58家海洋。Pulau atau rusak kalan, apakah pada pulau atau rusak kalan? Ada di sitai, itu ada 领袖祷告组，也就在门徒训练底模拟鲁训。而且嘛，也多在家的厉害，10月17号星期五，一起公民是吗？对不对嘛？比真言城指示什么状？你公民什么嘛？也搞完，比教育牧师5年什么状？3公民是吗？马瓦里。以高中花指示什么是吧？还有公民，那用公民，我们到巴永乡的家现在那里给巴永乡的家庭呢，用公民嘞，林永斌长老是吗是吧？公民是吗？马达拉达，以程序长老是吗是吧？就我们那里弄变多的申请案，我说那你就。那10月19号，我们第5次圣餐，我哋协商时间等大家，啥的嘛，大家给我大家电脑出来。好，你第5次圣餐到6点半、9点半，以教育牧师模拟。好，你膝盖陈冠前长老，6点半的事情真言城指示，9点半的事情林金秀姐妹。好，你第6陈秀长老，周报报告林永斌长老。好，你马上到在那，你们话妇女团契、献诗妇女团契、英后高理中指示、插花第4组、吴金市青年团契，而且嘛多时代飞花长老陈桂英指示、车指示，而且嘛多你就高兴第4组的老师信息分享是袁成，老师是李杰，喜安、陈恩、锦秀。看我们各个团契的施工，而且我们到罗安等下个礼拜里还等嘞处理师的12长老，好的丁丁王清义的姐妹，而且到我来，好的处理给国民指示视线是团证妇女团契没有哈？今天有没有团契留下来？妇女团契今天聚会哈，里面的会长去参加那个。施工部的工作，青年会就按照你们安排的行程来服侍。大家不知道，大家是对你们的多少实验论的经济，生命记第16章第19节，还有是那年是我们同声一起来念，要公正无私，不乱用之钱。哎呀，那dengan wasili aku besok，重来有没有看那个周报？有。好，我们同声一起来念我们的经济，要公正无私，不滥用职权。哎呀，那dengan wasili aku besok。还出盖暖是吧？报告事项，下个礼拜我们的胶州文是第1马瑞跟多比较暖是吧？今天是我们教会的更生主日礼拜我们屏东这个更生团契屏东七会牧师志工们都来参与我们的服事。Udah kasih pasca inoli, ada kasih boleh nyata nari. Sila masa Musa, itu ada Musa di sekolah, Musi下，什么的东港，你就啊，那这在你就那修改，
传道部。用10月18号星期六下午2点2点下午2点，这个根生团契屏东区会在屏东演艺厅李天传木团演唱会，3日要在这刚有了那位，那个票在有需要跟阿碧到现在来看一下，有需要跟阿碧哈木管演唱会下午2点。这个已经给钱了。对，我们教会已经给钱了。总共多少？23哦，我们已经买了啊，免费给大家啊。好。然后16号到25号来参加不下的暑假，我的年假的嘛有嘞，那关了领袖19号。有生产题目的主持你说的某些嘛在在那里，di pabrik kayak lagi maka sekolah no cuma salah sudah ada sih ketika cua di mana perawat aqua sensingan di mana no dia bilang isu kasih kiri mana sesan siti ada di pusat sensingan no kadang macam ayo depan no di pusat 陈立霞跟陈明辉2位长老。9点半的施礼是陈冠前长老，诗饼是柯丽花、国明2位长老，诗碑是林永斌、郭智慧2位长老，感恩祷告雷金光长老，贡献祷告陈旭宇长老。cho người dân cho người mà các tập kết cho trên thăm平安吗？我们感谢主哈。好，杨明老师嘛，你这是什么了？什么？好。说但是修的要今天有难，我的弄把可以我的保卫单位的，saya itu说mana susun的要，那说哎呀，我这边嘛的个不啦，那主要是他们清楚，你是看不清楚啊？这个清楚，看不清楚。他说来说是修的，我要么就给他出来，你们喜欢哪一种那个颜色？如果嘛给他出来，是专门是喜欢的，是专门给你买的人，买的就可以说紫色，过来再说，我们那个不想下来再说，紫色来说，没得现在是哪？我们讲了你来说，没说该说，只是应该这个身体里面是有嘛？更进来呀？喂，更进来呀？放开身体啊！他们是的吧？这个是，没讲了。不好意思我没有跟长老沟通还没有做出来，还没有送去英国制作，但是他告诉你，有瓶装本的，有拉链本的，也有那个精装本的，然后1本是多少钱？现在只是这样，所以我们要预购的话，你要买的话，就是我要买精装的，有拉链的1200，我要精装的没有拉链的1000，还有750的。还有一个什么？1200，比较大的1200，对，就是这样。大家你知道吗？准度，那么的话，一个在哪里？有谁的？那这个哪里？你心里，一个在大马街那个古酒里，你知道那个Prabowo dah benci, isi dia gue. Nama tu awak tengah ngon, tuan mak tu deh. Kalau mereka cakap tak aku mikir, kalau mereka di sebelah biru tak ada dia. Kemudian kita tuan mak, ayo, mana pun sama saya, siapa itu aku tak boleh lagi sesuatu yang baru. 没有先预购，中国才知道说我们到底要印多少的量，才可以知道印多少的量。所以从今天开始就先做一些统计，也辛苦我们各组的组长，加上你外组的组长，先做预购都订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好，去我们一个
家庭礼拜小组那个文理都有啊。好，那个牧师已经讲得清楚了。你看到什么了？什么？还有没有？不了。那个什么秋联哦，松年会的祷告后是秋联哦，是秋联。刚在，不过是爱情回来了呢。就加修了，要给蓝道加那个修了，他去参加那个排鲁。好，第二陈立小长老参加那个牧师公布的这个参访，对恩典教会，明辉长老是加班，所以我们这几个长老不在。然后刚刚下一步，我们进入我们的公祷。叫我们那里的西斯拉里国里，做是西安你们的松安，做鲁新16kita kebetulan udah 6 meter saya. Sauri jual mana kasih jual做singa，做singa你们的老松安。第一个我们要为屏东根生团契的这个屏东区会的这个事工摆上祷告尤其是礼拜6的募款。希望有很多的爱心弟兄姐妹来参与奉献让我们这个事工接力事工能够有机会可以使用。第二个是下个礼拜是圣餐，我们是上期天的，saat kita wikwa cuma sudah pindah nama maka sikai，说是给你们呢，12月还有一次majority sini kami na ayat na sekarang ada kami ada sensingan ada cua sensingan maka sekolah no tersemas dari diokai atau cua ada musyad di surau di mana lakwa urawa ya kai maka dia sensingan di mana sini pas malam tenang maka itu asiokai saling yang dilawan noda sensingan siapa no nicio dari nicio boleh di mana lagi khususkan kalau penghulu maka sekolah sekolah sudah semua dengan soal，就是这3件事情，一个是根生团契的事工，第二个是我们的圣餐，第三个是牧师们的这个事工还有他们的健康，有上帝来祝福。你要什么？弄干，我们同声来为这3件事情祷告。可以的话，请站起来。交通，请我们苏朗律师来做交通的祷告。阿里是那年让我们什么？我们同时一起来祷告。
Iwaza na kita ita tuangnya inuri ya balawat tua sengsengan di wadai yang semua di bunakabat. Anya sesan siki asengsengan di kiokai asengsengan sa sekaulat. Sa macam sa tuna inuri ya baru tertek. Aisyah tiku kita bagau-gau tersun. Ulah suka salasuli, ulah suka gawi, ulah suka palawaki. Ayah kena inuri ya kio bagau-gau. Apa kata Yesus Kristus. Amin. semua ada kita tentukan sulung在242首，就你就是上给未来修改，来看什么点了，毛了或者是怎样。Mari-mari sunnya kama cemas, tuma kami nama betul di wajah kecubungan talisun. Sana kiwari sedan tu amarga majlis zuri, habis kau di wajah Rasulullah dan mereka saudara. Baik kama cemas, nama diri dia talisun yang mereka susah sekau dan supiniri. Tuli kiskau talisun di wajah Rasulullah kai masiri, besar isiukan. Kau kedan suka macam ang masih dari bawah susah pun supitsor. Nasa kinalaingan dia madu. Pawai itu susah dia dalam perawasan. Sana makan dia madu anak. Kiramit dan sudah diskau. Jika menguat mau kaswada. Nama jenggala sumadan. Baik kita cuungnya cuanya rehai. Urut yang makan. Kiribat nuata kapacman sa itali bawah. Pas ini pada mayalai kati Yesus Kristus. Afizan. Pau bicara kimia, muatan perawasan na bagat muat semas, urasi pakai jami dan umon, kumai tu soal pada barau. Amin. Amin. Orang ceritakan dekat yang ada dalam hari malam. Rusia juga sekali ini, juga ada mulai menghasilkan sajalah lebih. Udah syukur dan jangan dapat kita cuma ada salah-salah kita macam buat kita terkadang awal sih pengusaha. Cuma cikgu atau sebenarnya. Saya. Aisyur semua tema jo, mari tentu artinya kalau semua luar semas. Aisyur kakak dan orang nama bari, macam apa maju toa, di mana toa kumpul asisten di maju, nak Aisyur lah. Saya Aisyur wan kali itu, Aisyur bintu le, 那个知名指示离知名指示有便当来面包餐盒在外面。Marwah tu ada inuri ke maju, selalu cuma dia mandi apa? Itu ada yang macam dikira, mandi dikira. 等一下手这边哦，就这边也可以。好，主持人。kabar.
我介绍试试看啊。侯牧师，高牧师他们是夫妻嘛，然后这个是季柔，以柔，他的父亲是船长，他的母亲呢很会弹琴，这个庄智慧庄老师，在底下，这个呢，就是刚刚这个见证的这个谢爱娇姐妹，谢爱娇姐妹，那个他的孩子呢，振东，真的很感谢情况，这边呢。这个呢，这个她们是母女不是姐妹啊。这是妈妈母语老师在恒春侨友，这个是妹妹，这个陈妍，这个是姐姐Edith，这个是花木兰，她是军人啊。那我要特别介绍这三个那起初呢，我们去草原，那是多年前7、8年前的事情。后来呢，圣灵感动做妈妈的，她就找到了。那就5年了，5年了5年了就一直就跟着跟着团去。那特别是这2个姐妹，还有这个比较辛苦她的事情。现在他阿斌哥了我们缺少司琴看看有没有可以来支援的我的师母沙伟胡动，以前他们说杜牧师以前你那么爱喝酒，还好呢，你曲不能走，赶不走，也骂不走。对，那个陆开主的说，按照你喝酒的方法，大概离婚3次没有问题的。还好你曲不能走，都不能走，赶不走。结果错了。我读神学院，我开始研究布农族，原来是信仰的问题了，不是赶不走啦。也不是骂不走啊。那个是洪斌，洪斌，这个都是重生的人，新造的人。那个一晨，这个也比较特别我上次没有讲到。他上次有见证了，对不对？他失去老婆，他信主，耶稣证婚把他们复婚，重新结婚，因为他跟着孩子亲子关系破产了，但是孩子现在以他为荣，然后神呢更奇妙，还给他产业，他很多的那个同工最美好的是给了他车神教会那个是他的母会然后呢，太太现在是执事这个人身上充满了恩典，因为他是奇妙的主 ，Amen。我特别介绍这个这个做后面他平常他是第一银行主管介绍什么？而且又是美女。这个呢，我们的委员呢，他叫厉长老。你知道迦南房屋迦南房屋吗？有。好给他是老板嘛。所以找太太一定要给。非常爱主，爱帮助的人。不晓得奉献了多少钱，跟北业教会一样，跟北业教会一样。这个，很陌生李柔的男朋友李柔的男朋友这个好丢这个是林洛国中的校长。结果呢，他跑到屏东看守所20几年当校长，而且呢是去当那个少所18岁以下的，都是陈校长负责。你看看多有爱心！那个退休了不好好回去休息，还到看守所去当校长，不得了的爱心那周老师他的师母也是一样，跟着他一样，
到监狱到看守所。今天呢，他是长期，那个总牧师的师母是谁？沈牧师嘛，所以那个校长的夫人啊，周老师，长时间到那个轮上来去支援，所以他今天没有来。我还有讲呢，我说怎么不带周老师来看看北业教会？他说轮上比较重要，那没办法。这个哦，我堂弟啊，好像不太像哦。我堂弟呢，他也比较内向，不过他现在目前他是那个空军地勤退休了，他正在读神学院，王完成祝福他了。报告完毕。没有了。但是怎么办每一个人背景都不一样上帝给他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恩赐在里面，所以上帝很奇妙好，我们照相一下牧师，照过了吗？一开始就照过了。那还有谁没有照过？因为牧师没有照过。因为牧师你来给这个我们的礼物，然后你跟他照相。我不能一天我只能照相1次，早上1次照过了。因为牧师，给洪牧师的这个牧师，好，然后因为牧师照相一下。要转到我们这些过去坏学生我唯一没有带坏的就是这个虹桥。高升雄陆先生做人生都是好人。OK 了，好了，照完了，有没有照？好，最后一张了，我们的不喜欢的最后一张不是，有没有那个讲这个放起来那个我们别的传承放一下现在场的来下到非常会来做留念，一起来，下一个同工，因为还有人做没有？为了这掌声。后面都可以站着，后面。你往前一点。前一点。好，红场。红场。后边的。这边。不错，开关了吗？开关了，我们这是吗？阿强，你是？好，看这里。好，看你。1、2、3。没有表情哦。北业教会棒棒！耶稣的爱心，耶稣全胜利，耶！好，谢谢。好，谢谢，请回座。等一下，像李长老要带我们的，好，好，把笔电拿来。忘记了。笔打。93。好，大家平安。好，那在这边感谢主刚刚听到那个杜牧师讲到警察这个东西这个行业，我本身是现职的警察那刚刚我听到说警察喝酒，确实我也是被酒所捆绑过的。
那被神重新呼召回来到神面前啊。那感谢主。那刚刚我也要澄清一下，现在的警察不是像以前的警察一样的，他们对酒没有很大的兴趣，对，他们现在是对摇摇杯才是有兴趣啊。那我在这里先讲一下那个我代表台湾中会兄弟事工部，我们19号我这边看他们都中北区我们马上风光教会我要去请安报告。那下午的时候，我们兄弟事工部也是要在三光教会举办祷告会。那在当中我要见证，那请大家为我祷告。OK， 谢谢。他是我们的指示，也是我们台湾中会兄弟事工部的部员是部员，所以他们也有一些事工。好，那我们的聚会到此结束，请起立。义卖在下面别忘记了愿神祝大家平安。好的，很快点。那个